Hello 姐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叫咩名啊？Yayu Purwati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46，你結咗婚未啊？自己咗，結咗婚啊？咁你喺香係，港做咗幾耐啊？應該好多年咯。我10年哥哥，哇，好犀利啊！咁你之前係照顧乜嘢啊？婆婆，照顧婆婆。係啊，咁婆婆健康啊？一係有冇病啊嗰啲㗎？有健康有病，哦，即係有啲婆婆有健康嘅，但係有啲婆婆你都係啊，照顧過有病嘅。係啊，冇哦，錯，咁你使唔使陪婆婆去醫院覆診啊嗰啲㗎？冇錯啊，要，要啊，OK。咁如果有啲老人家或者婆婆咧，佢行路唔方便要坐輪椅啊嗰啲，你識唔識㗎？食，冇問題啊，識幫婆婆推輪椅都係啊， OK 啊。係係啊，啊，咁同埋幫婆婆沖涼啊嗰啲係咪都冇問題？唔使，啊，婆婆咧，嗯，婆婆咧健康啊嘛，哦，婆婆健康，你唔使幫係佢沖啊，涼嘅。係啊，佢哦，識沖涼，哦，佢咁自己識樣，沖涼嘅。係啊，哦，如果有其他老人家或者婆婆啦，需要你幫手沖涼咧，你得唔得㗎？打，可以啊，冇問題。冇問題啊。係啊，好啊好啊。咁同埋咧，你係咪中意照顧老人家啊？吓？你係咪係啊，你中唔中意照係啊，顧老人家？例如我好中意啊，假設咧，我有老闆咧要你請你照顧公公啊或者婆婆，係咪你都冇問題啊？冇問題。冇問題，好啊。咁你係咪都識去街市買餸啊，姐姐？食冇問題啊，自己街市買餸煮飯嗰啲都咁多年咯，應該都 OK 㗎嘛，煮飯。食煮飯，跟住咧，嗯出街咧就嗌婆婆咧坐輪椅，嗯。買餸就嗌婆婆坐輪椅，幫手婆婆咁樣。哦，明白，即係婆婆有時買餸都會一齊去嘅，坐輪椅你就幫佢推輪椅係咁樣。啊，好啊，好。跟住咧屋企咧唔使幫手，佢自己行嘢啊。哦，慢慢行喺屋企可以自己係啊，慢慢行。行，婆婆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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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姐咁嗱，同埋咧，順便問下你，你係咪一直要翻印尼放假㗎？係啊，啊，即係攞咗 visa，你翻印尼放假先，跟住再翻嚟香港係咪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好，明白明白，好啊，咁我同老闆傾下啦，如果有咩我再通知你啊，唔該晒你。拜拜。好，拜拜拜拜。